后来有这个中秋节的连假，真侪民众拢会招亲朋好朋友来烘肉。嘉义埔子第2市场有一间开30外档的老店，头家娘每一年这个时阵，拢会推出因用特chế酱料来生的肉，要烘烘肉。讲一工通啊卖500台斤哦。若到中秋的前1-2天，拢是24小时做买卖，无咧休困的，生意强强滚，人客是排队排甲，等，等要买。小小的单位客满人客，大家骹手拢真溜咧。你若小可顿底，恐惊就买袂到你想要爱的物件。但是因到底是咧拣啥？挂着特殊的酱料，只要烘过，现场是芳广广。咸甜就刚好，就是很平均这样。现台啊，落用料安尼起来吼，真正做好食的啦。我已经连续了买几啊年。袂少人客就是介意这味，大头顶也阁摆几啊鼎，对鸡尾水、鸡心到腰内肉拢总有。我们这是台湾的温体猪，然后切的，再搁落去料新鲜的。伫嘉义埔子第2市场，这间已经30外档的老店，每一档中秋进前，就推出特製烘肉食材，一工会当卖500斤。中秋节有人是半夜要来买，就是前1-2天都不打烊。若是办大景，嘛有这款通参考。鸡尾水、鸡心贴软软，对上班签甲下班，冷冻厂的员工是无因包装出货，像这种帮你配好的组合，食材换真澎湃，真嘛真抢。业者即马是功夫真顶，就是要抢中秋烘肉的商机。